首。373首，救主耶稣啊，灵气。我们请司琴弹前奏。同款吟全首哦。
款嘛是因转手，咱请司去。上帝是一个灵，所以拜伊的必须用心灵甲诚实来拜伊。请走头。
世世代代宣扬你的信息。我捌讲，你的慈爱永远建立，你的信息亲像天袂动摇。上主啊，愿天称赞你奇妙的作为，天使伫聚会中上赞你的信息，伫空中倒一个会比得上主，正生命中倒一个会亲像上主。伊伫天使的议会中是有大威严的上帝，比一切伫伊四维的生命搁较通敬畏。上主万军的统帅上帝啊，你的大权能，倒一个会当甲你比？你伫各项代志拢显出你的信息。这是咱来唱圣诗，圣诗第9首，请咱起立。咱即时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上帝啊，咱踮伫世间虽然有烦恼，但是阮免惊，因为你是阮永远的倚靠。阮为着台湾拄着中国大陆的军事威胁来祈祷，求你保守台湾平安，求你拄起阮心内
所有的行赢。特别是你7月半世俗所讲的过月，求你赐下阮心内有平安，因为你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平安，你赐的平安是完全的平安。求你除去捆绑你的囝儿的锁链，求你的保护洗清一切罪过。阮要来为着教会的 RPG 的关怀事工，甲幸福小组的事工来祈祷，求你祝福带领的人甲无毒的朋友，拢对你遐得到圣神的感动，灵命得到更新，目睭得到开阔，会使阁认捌上帝耶稣的疼。阮嘛要来为着兄弟姊妹身体无爽快、病痛，啊得到医治来祈祷，求你捉着你医治的手，精准的开药单，医生来医治，求主耶稣的保护，来洗清一切的罪。主啊，因为你的鞭伤，阮会使得到医治。主啊，阮也要来求你高摩苏子腾新学生，伊的喙，害伊所讲道的，拢无紧张，害伊所讲的，害阮得到利益，害你的话进入阮每一个人的心，来见证你长、阔、悬、深的疼。主啊，阮安尼祈祷不配，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启应文第22篇，诗篇95篇。来啊，咱来唱歌学乐上主。咱就用感谢来到伊的面前，因为上主是伟大的上帝，伊统辖地极深的所在，伊创造海洋大海属伊。来啊，咱来鞠躬敬拜伊，因为伊是咱的上帝。这时，咱来唱圣诗，圣诗373首，咱坐咧吟。
圣经记载伫创世纪第4章第20到第7节，以及哥林多前书第4章第2节。创世纪第4章第20到第7节。后来夏娃阁生该隐的小弟雅伯，雅伯是各样的，该隐是做实的。过一段时间，该隐摕一寡土地的出产献予上主。雅伯嘛将羊群中头上生各肥的羊献予上主。上主喜爱雅伯甲伊的礼物，毋过无介意该隐甲伊的礼物，该隐就真生气变面。上主对该隐讲：“你是在生气啥物？你是安怎变面？你若行为正直，敢毋是会得到接纳？若无，坐伫门口等待你，伊要控制你，你就甲伊折服。”哥林多前书第4章第2节，对管家的要求是着对主人忠实。学路，咱请卢秀美姊妹。
仔日本堂邀请到苏子腾新学生，伊要所讲的题目是做得对与做不对之间的距离。出来兄弟大家平安。慕道友的朋友大家平安。真欢喜有机会赶快用一个新学生的身份，搁倒来伫我进前是新约教会，大家有当时想讲奇怪，哪会正也搁咧做新学生吼？其实是我对迄个2020年的时我毕业了，然后搁继续读安尼，所以也个新学生，我嘛是感觉真欢喜，会当那亲像倒来离家己的娘家共款有迄种心情。看到真侪兄弟姊妹伫遮共款是真忠心咧服侍我实在心内真感动。毋知兄弟敢知影讲咱若咧讲也是慕道友，咱知影即个基督徒，咱拢做啥物款的定义？等下，歹势有点紧张。咱咧讲即个基督徒，咱有人讲是即个基督的军队者。毋知咱若对圣经来讲，咱敢有看出讲到底基督徒即个身份是安怎来做定义的？若要讲我会讲是伫即个记载伫即个彼得前书第1章第2节安尼讲，伊讲遐个受拣选的，就是照父上帝预定的旨意，对圣神诚做圣洁，通顺服伫耶稣基督，佮对伊的会得到洁净。而且将即个咱做一个做上帝囝儿迄个基督徒的身份，做一个足重要的介绍。咧讲即款的身份，实在是三一上帝的做工，伊主动恩典临到伫咱每一个既若接受耶稣基督的人的。这是我认为是伫做一个基督徒的身份一个上介重要的定义。因为就是咱因为即款足特殊的身份。所以，咱就透过咱的敬拜，咱的学乐，咱的祈祷，甲咱伫逐所在的即款的服侍，来展现出即款的身份。常时上帝使用咱的敬拜，咱的祈祷，咱的学乐，甲咱的服侍，诚做恩典的工具，就即款的工具，搁要线接来建造咱的信仰，甲咱的信心。这也是就是咱先要固定的时间，咱要三甲来敬拜的原因。伫遮今日的早起，我要用这个做得对与做不对之间的距离。因为台语的圣经，这个用就是讲做了哪里也直接翻，就是做了对甲做唔对中间的距离啦吼。即款若是直接翻，就变做安尼。其实这是伫迄个和小本的一个翻译。记载照即个圣经伫第4章第2节到第7节所讲。所以毋茫愿咱诚做做教会的咱会当佮同齐来看即段圣经，对即个圣经佮一解去看出上帝伫即个世代对咱的心意，互咱的生活也因为上帝神圣的话语诚做开勒，互咱会当将即个身份真重要的身份来建设出来。咱三甲来祈祷。听阮的主上帝，阮感谢你，阮向你仰望，愿你找你的神就是真理的神，伫阮中间，晓悟阮对阮的心讲话，互阮伫今仔日对你的话来得到饱，佮对你的话，阮得到透放得自由。愿你的圣神伫阮中间做工。开听你家己的话互阮听的甲讲的平平伫即个所在得到利益。我们将下面的时间恭敬仰望，祈祷靠主靠耶稣的名。阿门，阿门。咱如果你手中有圣经我邀请你会当甲即个圣经甲拍开因为真简单，我会对圣经的内面到底咧讲啥，到伫今仔日咱免来看即个即段经文。到底做对甲做唔对，还是讲行得好或行不好之间的距离？这个距离到底是啥？
咱要对遮来看啦吼。啊，咱若看圣经，咱就知影讲，即段呢是咧记载主要就是讲两个兄弟仔吼，亚伯甲该隐的即个献祭的一个事件。咱来看，伊遮嘛是咱圣经中嘛是世界咱讲第一件即个谋杀的即个事件吼。咱知吼，即款的献祭吼，其实对旧约到伫新约，其实拢是上帝甲伊的选民中间的一个真重要的一个互动的关系。其实咱若看即个全世界，咱即个五大文明啦吼，五大文明的即个文化，咱拢会看出即个款的即款的献祭的部分。谁人会对安尼来？依然嘛是只有咱的圣经安尼讲，就是讲上帝将人迄款的宗教性放伫人内面，所以你反映出来迄款的献祭，还是讲敬拜的部分，迄行为行动呢，伫五大文明内面，其实咱拢有当看会到。总是咱倒来到伫咱基督教即个信仰内面，即个传承内面，咱有看到讲，其实即个献祭咱若用今日的即个字，讲今仔日的词语来表达吼，咱是咧讲，就亲像咧啥，咱对上帝所做一个奉献，也是讲咱献礼物嘛。即款呢献礼物，也是讲献祭即个部分呢，其实是直到今仔日，依然是上帝的子民、上帝的囝儿去经验上帝的保守，甲上帝应允一个足重要的一个宗教生活的一部分。咱来看即个下页。伫遮咱有看到即个是第一件即个因为即个嫉妒的原因所产生的即个谋杀的事件。当咱咧看即段经文的时候，咱就爱知就是讲，咱毋但着看遮，咱着爱对头前后壁，伫经文咧就有一个脉络，有一个脉络，伫即中间咧看。咱知影，咱伫第三首的时阵，当亚当夏娃伊听蛇煞无听上帝话时，对因的选择的中间照即个罗马书所讲因为亚当做人的代表，伊选择无甲上帝话信道，你着听迄个受造的蛇的话时，当伊做即个选择做出的行动，咱伫第三章咱就看到讲迄个罗马书就讲，迄个罪就进入到伫即个世间中间。那当即个罪进入到世间中间，咱来阁继续看伫第三章，你就发觉讲，即个罪进入到内底的时阵呢，有做出啥物款的影响？其实真紧伊即个罪，那亲像一个权势，伊毋单单影响人的内心。咱咧讲迄个内心有啥物款影响？当咱日后对伫圣经到伫新约，到伫咱现世，咱的观察，咱发觉咱基督教信仰，咱讲罪人的即个内底有一个，咱若去观察有一个足大的有几个很重要的特征足重大的即个特征啦是啥？第一项就是讲人要掠家己做真理的判断的根据啦，这是第一项。第二项就是讲人因为罪进入了，咱注意来看，迄个人掠家己做中心了后，伊追求迄个利益的时阵，嘛是掠家己做标准。咱伫线接到伫即个第三周以后，罪进入到即个世界了后，对旧约到新约到伫近代，咱去观察人的人性，迄个影响就伫遮。伫第三周共款有讲到，因为罪进入，咱有发觉讲有一个真重要的即个部分，就是安怎？即个毋单是翁仔某的中间的关系出问题，然后呢又看第一项就是上帝甲人的关系得到隔离。第二项，翁仔某的中间的关系嘛得到大家拢怪对方对毋对？是你是伊甲我引诱的啦是即个夏娃讲是蛇啦，亚当讲是夏娃甲伊讲啦咱就是即款的关系。另外伫因的关系中间，夫妇又变做有一个压迫的关系啦，有一个查某人要恋慕查甫人等等。另外呢，佫有包含人甲土地的关系嘛，是因为罪进入了，安怎讲？就是讲迄个地受咒诅，所以人就爱劳苦，较会当对土人
得到饱，有无？然后呢，人甲动物界，因为蛇要咬女人下挖的后只根后脚跟。顶正，咱咧看第3章的时候，咱就看到讲，原来咱咧看第4章咧讲这段的时，咱先有一个了解，原来是迄个伫经文中间，咱已经甲咱讲，迄个罪进入到人的中间所产生的一个影响。都是当咱咧看这段圣经的时候，咱就有过来的看无啥明的所在，咱会去问种是安怎是安尼？今日看来经文其实嘛是我咧带这个青年社青阮三甲咧查经的时阵，因为我感觉讲伫创世纪伊是非常重要，是通讲是整个圣经一个足攻击性的一个书卷吼。即你若查了明白，对遐所展现出来，伊所已经设定对圣经上帝所启示的真理的内容，其实有真大的帮助。所以当因咧看我出来咧看的时候，伊就讲只能够奈。第一个问题就足简单啦，讲是安怎上帝较介意即个亚伯甲伊的献的礼物，煞无介意即个该恩的。第一个问这，话较巧的嘛会讲无敢讲是迄个上帝较爱食草的，较无爱食素的。因为即个亚伯是献迄个羊羔嘛迄个即个公羊的油脂即个该恩是献即个农作物，敢是安尼？安尼咧查圣经的迄青年，佫会佫讲落讲，只能够毋对啊！明明伫第3章，迄个因为土地是安那受咒诅嘛，对毋对？毋着算做亚伯较迄个该恩较衰，因为圣经当有讲着讲，伊迄个该恩是做农夫做田的，即个亚伯是牧羊人，是安尼。明明着该恩，伊着去用设定讲伊是做田的。土地佫受咒诅，所以生出来即个献互上帝，安尼嘛拄好尔。敢讲是因为安尼受咒诅，所以上帝就因为安尼就爱较介意迄个亚伯的嘛？敢讲真正耶和华上帝爱食草，因为迄个用羊羔去烧的较芳，迄个用即个五谷给烧出来较无遐芳。敢是安尼？佫有青年讲，佫挑战讲，无啦，只能够若圣经大概若讲上帝安怎讲迄个伊的宿命伊的命定啦，要哪讲上帝安尼讲，就安尼行，敢真正是安尼？而且咱当下咧看这个内底有即个常青年咧看这个时阵，会提出足侪疑问。然后伊咧讲，若无啥物叫做了对？这是即个何修本的，也是讲和本的讲，无啥物叫做行得好。现在中文译本的讲。做了该做的事，做该做的代志啦，也是讲咱头仔讲迄个做了尽德，无迄是啥物意思？这段也无讲啦，讲来讲去，若是讲上帝安尼讲，无拢好无拢是着上帝上大，上帝若讲安尼，你着衰你的宿命就是安尼啦。敢讲咱是安尼来理解吗？其实咱当咧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咱就有一看，伫即个中间咱咧看该恩的所献的部分其实咱伫过去也是讲，咱伫咧看一寡注释书，咱都有发觉讲，迄个焦点，敢若拢会放对伫即个祭物迄个物的物件。当然伫文学的即个修辞内底啦文学修辞，我台语毋知要怎讲，伊咧讲即个文学修辞，好像敢若即个。亚伯咧献的时阵，伊讲是头生，敢若有一个真特别，然后伊描述伊咧讲的时阵就讲较长，总是讲到该恩的时阵，就安尼讲简单，伊就甲将地人所生产的来献互上主。究竟咱是免怎来理解呢？即个问题呢，其实经文当然讲，你若做了对，敢你的头敢无举起来？意思是讲。你若做了对，岂不蒙冤啊？你就会得到迄个欢喜啊，上帝欢喜甲介意啊。你若做了毋对，上帝当然就无欢喜啊。这个是啥物意思？咱伫咧看这个时阵我甲青年三甲咧查经的时阵讲无这啥物意思？原来这个代志直到伫希伯来书，伫希伯来书第1章安尼讲亚伯因为安怎？因为信心啦。
吼，原来亚伯因为信心就献上搁较水的礼物，吼，这个部分原来这个上帝介意重义这个亚伯甲伊的礼物，是因为亚伯用信心来献祭啦。青年就一定会搁继续问，无这啥物意思？无这信心是啥物意思？内底他讲，你若做得对，你若做了对，你若行了好，你若做该做的，呢，上帝就接纳。无这内容是啥？对信仰的角度来讲的时候，咱因讲这叫做信心啦。当时咱要找这个答案的时阵，我甲青年讲，咱注意来看，对你第4章以后，咱是毋是可以当继续看到真侪这伫希伯来书所讲到这信心的伟人，包含什么货？包含这个以诺，包含挪亚，对不对？拿阿伯兰，还是讲阿伯拉罕、雅各、甲以撒。咱若有注意来看吼，每一届咧看的时阵，比如讲以诺甲主同行偌济年，甲主同行400冬，咱谁那也甲主同行400冬，你会当往前推论嘛吼？一定是有听上帝讲安怎甲伊行，甲伊咱讲甲主同行400冬嘛，对不对？然后咧，这个哪做方舟做偌久？照时间咱咧推测出来，安尼爱120冬，对不对？你若注意看经文，伊怎讲？既然耶和华上主所吩咐的，伊就照安尼行。同款到伫即个，你若看即个阿伯拉罕的时阵，嘛是同款。伊遐搁较讲搁较明，嘛是同款。你会当找到即款的词语同款讲，既然耶和华上主所吩咐的，伊就照安尼行。搁有讲一个最重要，甲迄个是安怎正的信心的伟人，正做义人，迄个重点讲出来。因为讲阿伯兰信上帝，上帝就掠伊做义人啦，有无？有发现无？原来咱伫即个创世纪第4章，咱咧看即段经文的时阵，咱就知影讲，原来伊咧讲做了好，甲做了无好，其实迄个关键对信仰讲来讲，迄是信心。若用白话字白甲讲出来，其实就照咱讲，信心其实是安那？其实是照上帝吩咐来行啦。当你照上帝吩咐来行，这就是你旧约圣经内底讲着讲，你是安那向称做义人的所在。所以安尼咱来看这段，当亚伯甲该隐所献的，因中间这个差伫对，差伫一个用信心，一个无用信心。一个用信心，意思就是讲照上帝吩咐来献祭；一个无用信心，所以上帝无改，因为伊无照上帝吩咐来献祭。真简单，咱就能看出原来这段咧讲的这个对甲毋对的中间，行了好甲毋好的中间，原来迄个关键是信心。信心代表的背后，对你圣经咱安尼看时，原来是毋是你有照上帝吩咐，继续不断来做回应？另外，咱伫即个所在，咱嘛看，咱经文内底有看到讲安那，耶和华上主安那介意重意亚伯甲伊的礼物，煞无介意该隐甲伊的礼物。咱嘛当看出一个，伫即款的献祭中间有一个关键，伫即段就讲出来。原来即款的献祭有一个真重要，就爱先人，然后开始即个所献的即个供物，就是讲伊的祭物，还是讲即款的礼物。即款的原则，咱要伫对来看其实包含耶稣伫信仰中间所有教导，其实伫遮嘛共款讲出来。耶稣咧讲，所以恁若伫这段顶面，你要献礼物的时阵，若去想起兄弟甲你有埋怨的，安怎？你就将即个礼物，即个祭物安怎放伫坛前，然后先去甲兄弟和好，然后较来献祭。共款即款的原则，伫咱伫创世纪时阵。原来第4章就讲着，先人，然后开始祭物。新约耶稣咧教导伊的门徒的时阵，咧讲，你若咧献祭的时阵，你嘛着安尼，先甲人和好，人好势，然后你献的物，上帝欢喜来接纳。另外，而且咱阁有看到什么款呢？短短的几节对第20甲第7节中间呢，咱是毋是着对即款的理解，各章到伫即马所有解说，咱来看出。
原来即个该允咧讲伊做了毋对，还是讲行了无好，真简单讲，你若看后壁迄，其实是咧表达一个，就是讲原来伊无虽望圣经无写明，总是伊所表明出来咧讲，其实亚伯甲该允的差别就是该允无照上帝吩咐来行啦。啊，即款无照上帝吩咐来行，对神学眼光看倒来，迄叫做你就无信啦，无要甲上帝信道。所以圣经就讲，即个罪就要拍伫遐，敢若是一个关系要甲你合。真重要，这是圣经第一届记载。原来人有信心，无信心；人有遵守上帝话来行，甲无遵守上帝来行，迄款的差别，当人无信、不信，伊背后咧讲，你无照上帝话来行的时，伊就甲即个罪孽。罪念做伙，这是圣经第一届清清楚楚将人的回应甲罪做成结论。所以伫短短日子，咱就看出讲，原来该允伊是安怎会去做歹？原来迄个罪啦，因为伊无顺谈的罪，迄罪甲一个关系影响了伊的内心，最后伊做出来行动是甲伊的小弟亚伯杀死伫田园内底。所以伫遮呢，即个亚伯，咱也对过去的即个正圣道神学家所咧讲，原来即个亚伯有一款的即个预表。原来第一个亚当，因为伊无尊叹，伊无要相信耶和华上主的话，所以罗马书讲罪就进入到伫即个世间。然后即个代志，即个罪所带来的影响，爱直到伫迄个末后的亚当啦。咱咧讲第二亚当，还是讲末后亚当？咧记什么人？咧记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真做即个末后的亚当，也真做人的代表安怎？因为伊真做一个相信佮顺服的一个代表，所以伊就顺服伫上主的差遣死伫地面上。所以伫遮短短的即个50个即内面，咱就看出即个奉献的即款献祭的即款的原则。甲伊伫内底所表征会真重要，咱咧讲的即个信息，咱的信仰的根本伫遮。若是安尼来讲，无到底伫旧约中间，咱来去看讲，啥物叫做做了对啦？啥物是上帝所欢喜感觉到你行得好，你做了该做。而且我无进入到即个古晋东，咱咧讲以色列因咧讲的即个有5种的祭馨香祭遮等等。咱无去讲到即个赎罪祭、赎愆祭啦吼，也是讲素祭，也是即个燔祭，咱无去讲遐。咱要来讲一个真对伫真古早伫摩西律法开始到伫现代，其实咱拢用到咱即个讲11啦吼11的即款的奉献。遮记载伫遮部分旧约咧讲的这其实足早就已经讲到即个11的部分。现在我要经即个来讲，是因为即个11的部分直到伫现代。咱对伫即个旧约到伫新约，一直到伫即个初代教会，到伫宗教改革，一直到咱伫现代的部分，即款的传统，还是讲即款的献祭部分，究竟咱要安怎来理解？总是伊是一个最有代表性的一个咱奉献祭的部分。所以伫旧约中间，咱来看这时，咱来看到另外伫即个伫摩西律法咧讲嘛。就是讲，以色列人伫伊一当内底修行，伊就献出1/10爱互上帝。然后即个奉献，佫包含伫即个生命记内底有讲到，伊即有即个节期的1当爱献的，若嘛有即个3当爱献的，佫有即个像做慈惠性的，就讲去照顾别人去献的。咱来知吼，咱若拢要照即个以色列的即个奉献的方式，你毋知咱差不多献偌济？迄个算起来，咱一当上无20%至30%啦。咱若每一个节安尼照安尼现差不多爱遮悬啦吼。总是伫即个马列基最后即个旧约最后一卷书内底，伊就总结了吼，即款总结即个整个即个关于即个10奉献的部分。咱即个讲10的部分呢，咱伊遐有讲了真清楚。当然你若将迄个应该互上主献互上主的10%呢，有送入去伫上帝的厝内面，伊就讲，你会当用安尼来
耶和华上帝讲耶和华透过先知马拉基讲，你会当用安尼来试看觅，甲我试看觅，看我有甲你开天年的窗，将迄个祝福互你到无通满出来啦，伫即个内底啦。所以原来伫即个旧约中间呢，有讲到即个文即条经文呢，咱通看，谁先知会讲即段，是因为当时因为以色列已经灭国啊。所以呢，敬拜生活即款奉献的生活已经拍乱了。特别是安怎？当耶和华上主透过马拉基责备这因的选民的时阵讲，因为恁将上帝物偷摕去啦，所以恁所欠的遐物件怎留袂掉啦。伊伫圣经你若看伊前后，伊就安尼描述，伊讲其实你若将迄个1/10，照安尼来。放入去上帝的粮仓，你用安尼来试看觅，这是全本圣经唯一一条啦。讲人会当甲上帝试看觅，其他拢无哈，打即条尔。伊讲你会当甲伊试看，讲我敢有祝福你，到你安尼。这是旧约讲，咱感觉讲做了对的一个部分。总是来新约咧。伫我咧甲青年咧讲的时阵，因就讲只能够即个有一个。时代的问题啦，这还有适用这都当适合以色列民尔。咱查遐久，规清冬的咱敢会当搁继续安尼用？其实青年问这其实是真有水准伊咧问讲即个免来看即个代志。总是呢，所以讲因若甲我讲这是特别对即个以色列民对咱也毋是以色列民因有一个有即个文化历史的背景较有甲用着的是。确实是安尼，因提出来问题是真合理。总是当咱咧看这个时，咱咧看新约安怎讲？新约有咧讲，原来伫马太福音23章23节，这个实因当耶稣咧这个指责咧批判这个文士法利赛人的时，伊讲恁含这个因讲茴香啦，这种足淡薄的物件恁就拢通知影讲要拨出1/10来奉献总是迄个更较重要的。就是公义、怜悯，甲迄个对人有信用即款，恁煞无要做啦。其实原来伫新约中间呢，耶稣肯定讲，总是伊讲迄个献互11个，你嘛毋通甲怎抹无去咧。其实是安尼，所以原来即款的时代性的问题，伫耶稣若有甲伊肯定，我就甲青年讲，除非你的权威有比耶稣较大，无你就爱去讲一个啥物理由，谁人讲迄？圣经的理由，你会当甲我讲一个讲，谁讲这时代问题会当无要用。然后你爱看新约内底，大概若讲到奉献，拢安怎讲？若讲出来，咱就真错。伊拢讲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听主你的上帝，搁爱听厝边亲像家己，对毋对？保罗安怎讲？保罗讲，你着爱献家己全人对毋对？做什么？做偌济啦！哇，咱有发觉无？大概若新约耶稣讲的话，拢成全旧约。大概伊所要求的，迄个律法的要求的内容你拢会感觉讲安尼话耶稣成全律法，这是免遵守啦比如讲，咱嘛看讲迄个，比如讲行奸淫是安怎？耶稣讲，你若伫头壳内底去想的你已经犯了呢。你旧约是毋是你就爱有犯，安尼较有算数，对毋对？耶稣讲无，你若安尼想的时，你已经犯了。所以即款奉献的嘛是共款。伊讲毋单是11啦，包含迄款对个人到伫团体即款的公义的、怜悯的、信息的即款，你爱去做，迄甲你的处境有关系。然后呢，佫毋单呢，你爱专心听你的上帝，佫爱听手边亲像家己，佫爱甲家己什么献做偌济。迄拢安怎讲？迄款的奉献拢安怎讲？其实是全人的啦。所以当少年讲无一两个，无迄是税前税后，伊其实就误解无啦。既若是你已经接受耶稣基督，上主掠伊的独生囝，用伊的血做新约，你领受用信心领受的，其实你是上帝用重的代志，甲你买回来。伊甲你买回来，你规身人拢属上帝，所以你的回应嘛是爱规身人的啦。
简单讲就是安尼。啊，总是若是安尼的时阵，咱免行，哦，去了伤紧哩。伫这中间呢，我就问讲青年讲无好啦，无你讲即个旧约的，这已经无算啊吼。虽讲耶稣有讲过，毋过耶稣以后就大概拢也无讲到11个啊，无讲啊，无是要怎做？所以我讲因就是有内底就分几落派啊。因讲伊是属伫迄个废弃派，无讲我讲无恁要安怎奉献？就迄种的啊。伊讲有迄个划线派啦，啥个划线派？就钱起来领来啊，切就画一条线，甲弹去啊，耶稣坐伫天平正平，就落伫正平的即个这摕去奉献，若倒平属于我。好，青年佮讲，袂使，好这几率伤悬，50%安尼现安尼有哪袂堪的？无就换做佫有迄个画圈派啦。伊讲无我画圆圈，若弹去，落伫迄个圆圈内底内底迄上帝心意落伫内底，安尼迄落上帝，迄落教会，伫外口上我的，佫有即种的。另外咧，佫有啥物个？佫有迄个放玄以后，佫有放天的啦，佫有即种佫较天的，伊哪讲？讲上帝你在天啊，上帝啊，我著甲我所趁来安尼，我甲弹起哩。若你著伫上顶悬，若属伫你著甲客去，落来拢属伫我安尼啦。青年足够变有诶无安尼啦。我讲安尼无佫有无？因讲真个，佫有一种啊，走心派诶，我甲伊分类了，伊就一个走心派诶，就是讲若传道牧师讲了有较好，还是讲员讲了有较好，感动加担保加奉献较济若较无感动，就奉献较少诶，有即种诶啦。我著甲分诶讲，安尼话，安尼会通无？到底你是免奉献？你11也无诶？总是今日我要来讲，应用伫咱现代即个，要怎做一个11的好关系？咱安怎来看？其实即个是咱有根据的啦，因为耶稣咧讲，伊咧找找一个好的关系啦，丧是迄个忠心佮有见识的罗卜啦。其实即个原则嘛是对创世纪来的。咱会记伫创世纪第2章安怎讲？上帝照伊的形象用形象样式造人，对不对？互因啥物工课？互因伫伊电脑园内底看守管理，对不对？原来迄款的管理的即个角色，其实伫创世纪就讲啊，伫耶稣搁一摆讲，伊咧找找一个迄个好精明好的关系啦。好的关系是啥物意思？表示讲你无你无所有权啦你只有管理的即个职分尔啦。当你若安尼来看的时阵，当耶稣讲，所以咱会当用即个眼光开始来看即个11的奉献。当你若宣告是啊主，我是你所属的，我全然属伫你，总是你要安尼来做。10%都已经有当时感觉该食了该重伤啊，佫无要全然，这哪有可能要哪做？我换一个角度，咱安尼来思考，就迄个亲像安那。如果咱所有的拢是上帝所赏赐予咱的，所以咱摕出10%，迄个10%毋是上帝欠迄10%啦，因为你10%嘛上帝的，你爱当作是关系，你著那亲像甲迄个10%起来做一个关系，上帝先甲10%交互你管，你管了就好，另外90%以上继续，另外90%交互你管嘛。咱的问题是安那？咱的问题常常是连迄10%都管袂好啦，因为管袂好，所以咱咧祝福，敢若像留一个大坑安尼啦。明明是祝福的啊，明明是当你做即款的回应，照圣经的伫旧约到伫新约耶稣的肯定了，你当然来做，伊讲你会当试看即个上帝安尼甲你祝福无？总是人因为10%都管无好啊。另外佫有一种，咱这明明是管家，咱明明是会当做上家做甲 CEO， 就是即个这个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就是足悬的即个管理者尔。你甲做管理者，你拢甲管久啊，拢像迄是我家己的。咱的问题定定是出现伫遮。所以当咱呢，若开始将即个10亿当作是上帝，咱做一个萝卜，做一个经理人的即款的角色的时阵，你甲伊当作是你著甲这上帝先交10%互你去管啦。若是用即款的观念，就毋管你啥物款的年岁。你啥款的职业，其实每一个人拢会当安尼来做。所以讲咱就看到新约内底迄款交托的原则有无？主人交托5000的
2000个、1000个萝卜，迄个交互5000个，伊搁去趁5000，所以伊就照伊的材料，搁趁5000。独迄个1000个，伊甲带入土内底，无去用啦，无甲管理啦。啊，所以啦，伊讲连有诶，无诶，连伊有诶嘛要甲摕走啦。啊，若有诶，搁要加添互伊。咱就看出讲哦，原来即款是伊即款诶奉献啊。伫现代，咱若用安尼来看时阵，咱就亲像讲哦，上帝先交杂。当你讲我真感动，我专心要献互主，迄个11就亲像一个 KPI 啦。咱讲伫外口咧讲诶，即个一个吼。这叫做Key Performance Index， 这边呢翻译台语哈，简单讲就是讲这个绩效指标啦。哦，这个绩效指标，你得控制到咧控制内底，你开始去做这款的管理，知影讲，主啊，我得将这11个部分，你交代我先想无甲这管好好，我较会当来讲，我有咧奉献。其实若照圣经讲哦，迄个11吼，迄是当纳的，超过11，迄较是奉献啦。老实讲，咱啊圣经正来看，其实是超过，所以耶稣较会讲，这11以外，你搁安那关于人民的、公义的、信息的代志，就对个人到伫群体拢爱顾会着啊。所以对安尼来讲，伫现代咱咧讲，即款的11上介好会看，咱咧讲一个足好的一个经理人，也是讲 CEO， 是咧咱咧讲的顶悬就咧讲迄个 accountability， 其实就是一个问责啦吼，一个问责的部分。啊，另外一个伊的啥，伊的即个。discipline， 伊是毋是真有纪律？吼，咧管理伊这事，伊是毋是真信息？伊是毋是亲像一个善良管理人？吼，要做最大的注意这个状况。啊，那伊是毋是讲信用？最后咧讲，伊是毋是值得信赖？咱有去发现哦，咱咧评估一个现代优秀的经理人，咱是咧拢咧看，拢毋是咧讲技术哦，拢咧讲迄个人的部分。那因为这个缘故，咱的少年人、青年人。从伊对细汉，伊就开始感觉伊的人生爱有交代，要交账的话吼，迄个是足无共款的人生观。当伊发现讲因所有的原来因是咧做管家，就安尼因会当成做一个较成熟，对伊家己、甲对伊的家、甲对伊所就的人，会成做祝福。所以结论来讲，究竟咱咧讲即个做了对，甲做毋对，即款的关键是啥？原来伊是咧讲信心啦。这个信心，照伫旧约到伫新约，原来咧讲是对上帝话，咱不断来做出这个正确的回应啦。当你安尼做时阵，创世纪第4章就讲，你安尼做是上帝有介意你有得到建立甲无建立的关键的所在啦。另外，对今日来讲，这个距离有一个顺序，就是咱人就爱先得。你要成着，就爱先照一个吩咐来做。你安尼来做时阵，安就着先是人，然后较是礼密。另外，当咱咧讲伫现代，咱要咱看这个11的时阵，其实你爱当作是那就是一个操练啦。原来圣经所讲的，既若是上帝所吩咐的诫命，伊背后拢有一个祝福。所以一个总原则就是带应允的诫命。每一届咱若当安尼行，咱就通安尼体会。啊，我家己的厝，我嘛就是安尼去实行这个代志。啊，我讲实在讲实的，我去看去经验到上帝真丰盛的供应，互阮开始去体会哦，原来圣经讲是真啊。总是呢，人嘛会当选择无安尼做。照圣经来讲，其实迄个你无安尼做，你无照圣经安尼对头到尾安尼做时阵。其实迄个另外一个描述就咧讲你无信啦，啊你无信，其实就咱就含落伫一个罪的影响内面，其实是足清楚的。所以呢，老实讲，对咱现代做一个经理人来讲，毋是单单咧讲11啦，咱搁咧讲安那，咱其实是咧讲要做好咱每一项运事的好的管家啦。所以而且嘛，搁一届邀请所有兄弟也是无道友。圣经所显明要求，也是邀请咱做倒转咧讲，咱就通爱做一个受托好的管家。这个好的管家是忠心的回应。这是我今日要对咱来讲，这款的关键做了对，甲做了毋对，所带来咱伫教会生活真重要一个应用。咱三甲来祈祷。
听完的主，阮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将你的话对你创世纪就对阮来讲，天父上帝，你已经照你的信息丰盛的主爱，请你的独生囝到你世间，互囡仔接受伊、佮信伊的人，要得到救，也要因为信伊，要得到恢复，成做上帝的囝儿。主耶稣，你安尼讲，人若要听你，要跟随你，就爱遵守你的命令来行。当人安尼行的时，毋但你甲天父拢要甲伊三甲天地。阮恳求圣神做工伫阮内面，互阮因为上主你已经显明的真理，甲你意爱将伫命令中间所带来应允，要赏赐互愿意遵守的人。愿阮每一个拢伫这中间去各一届来经验你对阮的固守甲照顾。阮感谢你今仔日所赏赐的话语，祈祷感谢靠主靠耶稣的名，阿门。咱即时来唱回应的圣诗，圣诗第646首。耶稣调我来行天路，请起立。Yeah.
动工。是阮的天父上帝，阮一切所有的拢是对天父上帝恩典所想赐的。阮得到财富的力量、智慧甲机会，拢是对你遐来。愿上帝互阮成做逐项恩赐忠心的好管家。阮甘心乐意献上阮的恩赐甲才能来服侍你，也献上阮的金钱为你所用，表达阮的感恩，尊荣你的圣名。愿你决力，奉主耶稣基督名，阿免。请坐。咱即时来报告本会消息。第一点，本主日咱欢迎苏子腾神学生伫2堂礼拜中讲道。苏子腾神学生2018年在本会实习，目前已就读台湾神学院神学研究所。第二点，本主日是教会甲社会主日，请关心奉献。第三点，咱伫8月28号下礼拜台语礼拜以后12点20，第7楼召开长职暨事工团队扩大联合会议，请长职出席，邀请事工团队的首长列席。第4点，主日学的教育组梅比谷主日学下个礼拜天在2楼举行升级典礼。那在8月27号礼拜六10点到补充报告了哈。8月27号礼拜六10点到8点半有梅比谷的升级营活动哈。那8月24号礼拜三报名截止，请向梅比谷的同工报名哈，包括升小一到升国一的这个有家里有升小一到升国一的朋友哈，那请来跟梅比谷报名，报名截止就是8月24号礼拜三。好，第5点，雄林团契伫9月14甲15要灵修之旅哈，那要报名的兄弟，请买顺义执事8月31号前报名，30人成团哈。第6点，幸福小组呢，事工伫9月要第
第二梯次好的福音行动啊，那大家有有备办心哈，那团契小组来请大家带导个预备心哈，如果有慕道友的或者是朋友哈，慕道友的朋友欢迎邀请来参加。第7点，雅歌小组预定9月4号下午12点到1点半恢复实体聚会啊，那在607 6楼哈，以下内容请自己看。第8点就是青春启航课程跟青少年家长小组。好，如果要报名的，请洽苏家豪执事夫妇。第9点，9月4号呢，我们有圣礼典，好，在2堂礼拜中举行，请兄弟备办心。告解消息，请大家家己看。后面肢体消息哈，第一个是潘富美牧师娘，就是翁修公牧师娘。昨日已经在新竹市生命纪念园区举行入殓火化礼拜，告别礼拜是8月28号，下晡2点，济南教会。第2点，梁依慧姐妹她已经在8月13号安息主怀，8月19号已经有入殓火化礼拜，8月26号上午9点举行树葬礼拜。第3点，苏淑妙姐妹5月29在美国安息主怀，她在8月25号有安葬礼拜，在8月27号有10点的追思礼拜，在信义神学院。好，以上，咱即马来，牧师敢有补充报告？志腾，苏志腾吼，佫新学生啦吼，伊个倒数已经毕业足久，毕业几年吼，但是继续佫伫迄个新个研究所佫咧继续读册吼，安尼所以呢，虽然倒数已经毕业吼，所以伊嘛是佫新学生啦吼，所以咱即个称呼嘛称为新学生。那今仔日呢，迄个志腾的夫人于美我伫遮吼，请伊，咱就欢迎伊。伊昨已经来到遮，阮就做伙讲话吼。因为恁口罩拢挂掉咧吼，毋知生做安怎吼。迄顶若做伙食饭的时阵，你来看，你生做哪我看一下呢？安尼，迄个后礼拜吼，咱有中集会，这个中集会呢是差不多备办这个后半年吼，这个中集会，咱是较扩大的一个中集会。所以除了中集以外呢，来邀请各单位、各机构吼，各团队，咱的首长。团契会长，还是讲小组长吼，还是队长，咱拢出席。这中间呢，咱可能要讨论一寡包含咱的网站内面各团契各单位遮个消息要安怎去写作安尼吼。第二就是咱教会要进行这个 RPG， 这是全教会性。所以呢，听讲教会吼，迄疫情要搁起来安尼吼，所以拢真烦恼啦。起落落。这起落落中间呢，影响到教会即个聚会，咱。目前的聚会虽然疫情有较松一寡，但是咱也无法度恢复，亲像早前即个遐侪人聚会的情形，心内嘛是惊。要安怎来互咱的教会即个关怀吼，无安尼浪动，会当继续，就是透过即个视讯还是讲即个咱的关怀祈祷小组吼，安尼咱有一个联系吼。所以呢，这就是讲伫即个疫情的中间这差不多是咱需要爱做的吼。感谢主啦，咱即马都有即种的网络，也是即个手机的视讯这吼，安尼会当无受即个空间的限制吼。有可能咱无法度来到一现场的所在，但是咱嘛当透过这建立即种的网络网络安尼网络来当安尼彼此继续关怀安尼吼，知影咱兄弟姊妹的情形所以咱邀请所有这单位各单位拢会当建立即种的即个小组安尼咱会当继续来关怀好，这是咱来唱祝福齐庆的诗歌，唱完咱请苏子腾新学生来祈祷，请起立。我
咱三个来祈祷，特别上帝，你伫今仔日犹原透过圣经，就是你的话对阮来讲，互阮因为对你的话有真正认捌，佮求你赏赐圣神做工伫阮内面，领受属天的信心，用信心来领受你已经显明的应允，互阮伫即个世代中，将基督徒就是军队你的人即款的身份见证出来。阮安尼祈祷恳求，袂堪伫靠主靠耶稣的名，阿门。